虎从良，好有专才嘅人万乃就係。人講喺客家一個嘅小眾，想要變做全方位嘅藝人，故所愛向客家人有名堂嘅大師學術語，也拜喺馬家鄉嘅大師呢，也下聽聽小眾去拜大師了。客家人有名堂，大家好，我係客家一個小眾啊。今日來到嘅地方係苗栗山公園啊，吼，今日前咧名人係馬山哦，啊，知道吼。小眾啊，應該啊吼，主持啊，唔單止都台灣，應該係 international 國際化。唔知哦，今日啊有機會哦，留了名人啊吼來討教一下，因為啊你下吼，討教多多啊，客家有名人啊，本來學習到懂多東西啊。等一下 ，APP 來嘅徐仲裁，本人杭州世界 No Problem， 徐仲裁。哦，有錢人哦，攞佢學習一下管理啊，每天哦真嘅哦，我邊哦太調價哦，吼，來情況看。愛訪問太調價，冇有啲台北，曬有啲苗栗嘅玉田宮，雖來係樣嘅喏，苗栗留其他調價又有乜嘅關係喏？哦，車很多，茶懂多的呀。請問一下吼，徐老師，你有到兩位？我這樣哦。冇啊，收到隻 APP， 我來兩位請一下徐仲裁啊，因為我今日啊客家人有名堂啊吼，我請到一下仲裁徐仲裁，我想請到佢啊。徐仲裁係矮啦。你哦。無老愛講，冇談過詞彙，佢係全國性廣播電台嘅主持人，電視節目嘅主持人，全台灣200人間英文補習班嘅負責人。今日人客家人有名堂小姐姐，小眾真件係創到咧。來看啊，也對苗栗來嘅細阿妹嘅，連靠打聽一名，補教有名嘅先生，電視節目主持人，來學看啊，人慶陽嘅成功，一聽有幾個道理。我的樣子哈，東東你以為我是外省人，一開始嘎哈，然後後來被輾轉，被這個客委會知道說我是客家人，我覺得他們簡直是如獲至寶，我知道我說啊，給他搞英文的給徐偉老師客家你太好了，因為他們就希望有教語言的感覺，所以那時候我還記得好像是客委會在公視吧，哦，有一個第一個就是教客語的節目，我很啱學嘅，我做一單嚟講，搞客家話我就很緊張，又胃痛，又前天晚上又一直沒練發音，還是都好辛苦啊哈！可是沒想到我給時間，我爸爸同我講說，客家人哦，好，你讓他做的做完那些事情哦，要把握機會。我爸爸當指導教授，一支搞我，然後每一個客家話注音這樣去練，現在回頭來看，還是都很值得。不過我覺得這個事也就是很像爸爸媽媽從小對我們的一種教養的方式，其實都對些事情哈，也蠻堅持的啦。今日你有冇約啊？都了，人約成功了未啊？你有成功啊？我他都在那邊啊。你喺苗栗人咯？苗栗人啊？我唔知誒，我知道你喺台北人誒。有成功去拜乜嘢地方？有成功拜恩主公。唔係啦。乜嘢唔係？唔係拜張飛夾弟弟啊？張飛夾弟弟費玉清嘅啊。小眾真見同好兩人，用情強喺詞彙大擺轉去苗栗，天初就會過去拜爺嘅，讓我唔定用情強主要去拜馬街喏。佢呀，此世多態，讀書嘅時節求成績好，做頭路嘅時節求賺錢順遂，家庭和樂。恩主公其他嘅生命嘛真見有保庇，本期各方面都懂成功。當年過年剛好，我爸爸媽媽也喺度苗栗咩，過年剛好我就會轉來，個回娘家轉來一拜，個還有正月15剛好，媽過來呀，玉清宮那邊看風龍。哦，風龍你阿孫又會 test 咯，懂有名哦，國機啊，風龍啊，孫懂有名。風龍做得講係因客中12大節，當年高太年正月班嘅時節，苗栗人老龍蹦上天，求高太年大豐收。當年嘅蹦龍法通都係提嘅年初9天公生嘅日，定玉清宮舉行上龍點燃嘅儀式儀式。19年來，上多嘅東多國內外嘅人客前來參加，也係嘅玉清宮唔但搶係苗栗客家人嘅信用中心，還卡變作為國際化嘅有名寺廟哦。你有看過佢嗎？徐仲裁你冇看過？比你董事長傳過來。
是这种，在西加哈都要扭成功，旁边附设幼稚园附属呢，在西加哈。今木考试带了夫君啊，行5分钟就古速比加不会了，我要拜，哎，要比懂好呢，嘿啊。咁你突然得了参观一下嘛？來，好了，嘿，兩邊有健康，嘿，就是喺上面喺人做公司喺管身體，然後同時上面還有個李岩柱或狀元柱，嘿，都還有觀世音菩薩，哦，觀世音菩薩，嘿，田松聖母，還有三鳳爺，哦，三鳳爺，三鳳爺嘛有係啊，有，哦，呢度拜乜噶？文昌去叫，富財神爺，富財神爺。在西年的考高中加哈。哦，一定要嚟拜文昌，對，呢度都古年都嚟啊拜文昌。那幾個考試加哈，我西年考試一定會來。係啊，呢度嗰邊考試嘅學生啊，狀元。准考證啊，我買兩樣那個來拜人嘅文昌去。哦，媽有准考，你看到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哎呀，哦，你看到嗎？考，哎。希望他可以考上哈。沒有2考以前來拜，我還有考以後，我拿到入學通知媽來。媽來拜。我看真係有來了拜呢。係啊，你看你按位讀書哦。中方哈，明年新年嚟看，秋落新年都會來攀嘢咧，文昌帶為你的發揮。當年嘅7、8月，有青強青島學生嘅來報道，就係要參加開山鐵道接文昌，希望金榜題名。徐先生，俺每年哈吼，光明燈大家都會點嘛吼，你來了要點100幾多錢啊？哦，那邊輕便宜咯，幾多？100、300。你咁便宜，台北要500塊呢？所以講啊，我媽媽講一家係50年，按照來那邊價，它划得來啊。是台北要2500，你那邊是1500，哎，便宜1000塊呢？哎，下一半啊，犯太歲了，老闆阿姨。因為他家庭懂不會說，一定要上錢。光明燈，英文用乜嚟講？光明嘛，光是 light， 燈也燈呢，也是 light。來。還是到你考到俺的，因為冇按你講法。冇按講。俺是到佢比較像迄個引導你們哈。Guide light， 它差不多。Guide 引導。Guide。light 哦，guide 就是一個引導你的一個光線。哦，guide light。行咗穿太前，按你行咗較順。有青強嘅恩主公保佑3萬嘅人，認真嘅人就有好運勢。慈悲心上拜，小眾唔冇停電拜啊！行呢種成功嘅人，有可能係唔哦。徐先生，你答不準了，你要不要買了求籤衝嘛？係啊。給妹，你有什麼願望想要求一下？給妹你要求嗎？我卡你的爸爸媽媽新年的身體健康。好，有嘞，來求籤，有兩位。好，看一下，第57，也記係恩主公愛本慈悲嘅麼？跌下高誒，怎麼看啊？一簽上來係好也係壞，噔，很緊張哦，結果就會低咧。凡事發生端珠眾多，雖然很費思量，但莫聽人言。這首詩的明白告訴當事人，要有主見啦，不可以聽人擺布啊。忽東忽西，搖擺不定，結果一事無成。懂準了，要時間爸爸媽媽身體還唔好，還是按你做判準哦。懂準哦。我神明都讓誒，確定按你做會對嘅。你善你，繼續阿姨。真嘅，好，求籤英文用哪個？教他跟他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一下，來，用英文啦。冇辦法，一簡單簡單咧，呢係家庭太學嚟噶。哦，你太學，你家裡太學哦。講一句簡單的之後，everybody good morning，然之後簡單的 Good morning， everybody。求籤英文用哪個？要 no draw a lot，draw 就係抽迄個動作咩 ？DRAW，draw。然後呢 ，A 就是一個嘛 ，lot，LOT，要它是意思就會按你東西，抽一個籤。哦 ，draw a lot。
对。哦，大家有學到冇？吼，左耳辣球球球咧鉗，哎，抽一个签。左辣哦，會咧，好，好，繼續來看一下哈，來。觀眾朋友，我想唔媽有安樣嘅經驗，後生嘅時節到太上市打拼，供養嘅成功，阿爸阿妹行起後帶到鄉下，慈悲先生嘅野愛，嘛係供養野愛嘅空間，係佢親關心嘅事情。先生講，也佢簽就係求野愛身體嘅空間，有效寫到面紅誒。來靠太後剛剛黑某家裡沒有錢哈。然後我爸媽都跟我說，家裡的事你不要煩，托後書之後，爸爸甚至同來跟我叫我準備考托福，他要讓我出國念書什麼的。可是拿黑一家懂有定見那個小孩子就對了，我自己想法已經想好，我要怎樣就怎樣。徐輝在小的時候，我老公賺很多錢，後來因為投資失利嘛，有買房子什麼的有失利嘛，後來，所以徐輝常講他那個什麼太後給靠我太太給我們出錢哈，就是那一段比較辛苦一點。那時候我在市場做生意不是說在一個地方固定的攤位，我是每個市場這樣跑，每個禮拜一個市場，台北幾乎的市場我都跑遍了。那時候他考上大學之後，他也天天會來幫我收攤啊，幫我擺攤啊，他真的是很有心。那經濟的匱乏根本不是問題，我覺得錢去賺錢這件事情，你只要很努力的，你願意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它不是真的這麼困難。比較困難的，其實我覺得是真正的愛。所以他就跟我拿了第一次的那個註冊費之後，而且呢註冊費還是沒辦法一下交給他，1萬多塊就繳不出來，講起來真是。我說那你等一下，我去跟一些會認識一些人嘛，一些阿姨那些歐巴桑借一借。就後來說以前錢也不是很好借，老實說啦，不是很熟嘛。搞到下午4點多，他把錢籌齊了。他跑到那個台大的宿舍，那個鐵門都要拉下來了，體育館那個，因為校門跑到那還一段距離嘛。從那一天開始呢，他就說他再也不跟我拿錢，他以後他靠他自己，所以他就沒日沒夜的當家教。後來他就家教這樣教，他變得有錢來幫我貼補家用這樣。從那裡開始19歲開始他就沒有跟我拿錢。我說他是老天賜給我恩賜給我最佳的禮物。而且他膽槍。天數很寒，而且他是給人家很快樂的、很樂觀的女人，還不能從人家個性那邊懂窮，人家不服。我不知道，你們外人看我不知道，我是覺得她是非常難得的一個女兒。所以講客家人呢哈，固有的這種的刻苦耐勞哈，她一定是個代表了，是多了。雖然已經係3000年前嘅老舊事誒，慈悲一下嘅事業懂發達。不過想到頭擺這段艱苦嘅日咧，慈媽媽還係遠唔係滿足豐豐，想要成功就會上網打拼。慈悲先生本一下後生人作為親好嘅示範。係，你下最重要嘅任務，我帶你去同學嘅地方。愛同學，嘿，唔啲，前當叫你啊，來。沒想到小眾也擺按碟線，隨做老慈悲先生嘅同學簽出來呢。慈啲苗栗市係太鄉，小眾前到嘅一件慈母嘅宗祠，亦有規模當派頭。慈先生，到嚟，好，名係同學董開堂喂。今日來到人家地方，我還要做功課，你看到沒有？其實太拓譜，我要因為我自己嘅書位啊，我要準備啊，看到你做簿記都那位啊，係啊，喺度就兩過來嘅，廣東省，蕉林縣過來係啊，過來幾位呢？都講認識過來都有200人嘅，哦，乾隆60年左右嘅家下來嘅。誒，你話有幾久嘅歷史嘅，要是講81年拆遷，落屋拆遷，從什麼企業嘅？哦，可能真係懂講呢，有冇啊？係啊，唔會賺，係啊，來，看一下，看到倆詩，那個棟梁生以前在牆，開鋪主席萬年。董開堂也就同學董叫咧，親眼做得對到春秋戰國時代，
其他哥讲，佢阿到相似嘅老主公來苗栗也就尖山港督傳家，佢係負責慈湖火防總司嘅管理。我講到東海同也就同學，對相似嘅老主公真敬愛動尊敬。喺春秋戰國時代，相似嘅主公齊彥公發生過一段無人唔知嘅大事情，嘅就係齊彥公得民心。做得老當時主朝嘅祖穆公問題，唔過佢妹就去東海變做東海權清太嘅相，將由相似嘅人用東海做同學。主公都想講，本家的子孫他發展家業嘅屍體養成，都係希望講家嘅子孫世世代代能夠吸結。以前清朝做嘅都會講吸體。祖先以前較有名，伊那個徐志摩啦，清朝名嘅，民國初家下。不過我心目中第一名是相似嘅人，是徐渭。佢嘛啥？徐渭啊，佢搞嘛個最有名？英文，教他幾句英文，好不好 ？Number one 嚟 Number one， 1教他跟他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一下，來，講英文啦。冇辦法，一剛剛簡單呢，因為係家庭太學邊呀。哦，你太學，你咖喱太學哦，咖喱太學比台灣家裡蹲啊，家裡蹲。愛你親你。簡單呢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What is your English name? No. No. And how about today weather? 差不多。他講你們，哦，你很生氣哦。剛才我懂幽默。講一句簡單的時候咧，everybody good morning，然之後咧，簡單咧 Good morning everybody。相似嘅源遠流長，也其他個東山忙嘅小姐，老少中兩人講到有來有去，唔過啲順風嘅詞先生當槍有話愛講哦。台灣知道相似嘅人懂厲害。厲害哦，你看，其實有名哦，相似。有名啊，有冇以他為榮？有都人嗌啊，自家嘅講用。公用，看到冇？嘿，你講埋牙是都排泄哦。他點辦？徐太狗還有小鐘哥然後你排泄。點辦？要辦。弄一個了。實際嚟講，我沒相似。徐渭啊，唔都似屋嚟，都係。徐渭嘅係愛化名，排泄愛相倉。也真見很老開呐，詞味唔係相似，相長，本名人都蒼耳味。咁你啲嘢同學嘅地方在哪邊嘛？當然啦，都萬里幾片咩？唱一聲，冇問題。真嘅？冇調羹用，媽會唱一聲，老 yummy，媽delicious yummy and good and good to eat good to drink。這個就是客家版的千層蛋糕，一層一層的啦，8層。做係按年做到個阿媽。哦，阿媽唔會做。你喺同學嘅地方在哪邊嘛？當然啦，都萬里幾片咩？萬里羚羊堂。啊，真嘅嗬！你打帶到矮樣，你可能做得搞到那時間。該你出來以後嘛？我買了，根本你看到呀，東海堂，還有認識徐大哥，董強，董強，很棒。我老闆。我突然你嗰度看下，好。詞味唔係相似，係相長。就像人客家人有名同體系，小嘅雷鋒唔係相雷，係相送。語言老有名嘅人，佢嘅本相，因為小嘅同學一個一個獻出嚟言行，係咩都有意思呢？唔過就提嘅我去萬里小嘅창옥祠堂之前，詞味先生來電手中先到南苗市場，佢講轉到家鄉，釀做得邊個也好味鮮哦。客家人一天都食飯。食飯呢？一般人係食好食甜嘅啦。甜飯。哦。發飯、椰飯、紅挑飯。終於發飯。我發。下面乜油啊？下面邊個？邊位？來。哎，太記，你好。你好。還小鐘呢？徐渭老師。
哦，可以买东东板的，嘛个有油的吼，两百八板吼。开法板。了咯。那捏板啊哈，捏板。哦了。凤跳板。凤跳板。按到凤跳的哦。还有两百个。牛板，哦牛板喊咩？喊咩？你希望是哪种板的？来呛女生。你呛男生。啊，呛女生，冇问题。真的。啊，冇调羹用，慢呛女生。本牛演到哦。演到。什么哦？哦，谢谢你，看客家乡亲是安用啊，看你啊冬天啦吼，只有凤山。哦。啊，你。好吃吗？这看看，你同学们。他会喊甜吗？哎，谁刚他做的是爱的东西？哦。回味呢。好吃哦，传统。哎，想起小时候哎。你看，这样发饭。哦，不同的个香味。哦，冇说饭有英文冇？饭呢？英文有蛮讲。这都可以。还还叫饭。没有，要我英文就会 K。哦，那你们读啊，包盖肉有包东西嘛？有包哪个？包肉胚丝。肉胚丝，一定要肉胚丝，哎。懂 yummy， 嘛delicious, yummy and good and good to eat, good to drink。下一个 tasty, very tasty。Very tasty 是讲水了浓厚水的日式 ，very tasty， 差不多诶。你是其他的，好不好？手中的木竹很紧啊，发现有人的东西买起来提个补货，应该是东好水好。还有，你买个钟诶？那个叶头钟。叶头钟啊！哎呦！哦！哇！来。哦，看两米头。很香哦！哦，那客家中是安用？食得甜的，还啲爱食咸的。讲食菜法，啲客中好食咧，真见提个市场度。莫讲几两少，唔来嘛系穷样啦。哦，你还有看到那董兄会吃的东西？大同共小中呢，全台湾猪鸦片还没有市场有6成半。哇！来说看看，说看看。哎，亚青树叫东南中哎，听我妈妈讲，哎呀，一层啊，一层，一定要做客家种的啦。这个就是客家版的千层蛋糕，一层一层的啦，八块。做迄按年秀动的阿妈，哦，现在阿妈都会做，会做了哈。对呀，以前都会啦，肉年大桥我们都会做。要酸甜的，同埋胡同的，胡同做的，要好食。啊，老人说的按到，是唔是应该减钱本人的啦？小总。好，冇问题啊！啊，呛啊哦，海参啦，都唔得，都唔得。真你要呛啊？是吗？你讲不是假的。小钟跟什么？哦，走。好啦，什么有太极？我四家下过年过节家下，我清期待就是我阿爸妹整的发班。那现在我妈妈的萝卜糕啊、牛板啊、凤头板啊，什么都是第一名嘛。只有一样还是都阿爸妹比他还厉害，就是发板。妈妈，你不会整发板吗？发包哎。哦，发包哎，是不是？那太好吃了。那阿爸没养他勾神以后哦，真的是后继无人。我以前就觉得他们那些婆婆妈妈都在暗自比赛嘛，我是觉得那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时候啊，那菜都好好吃哦，现在都吃不到了。尤其是我的阿妈过世以后，那个气氛真的少很多。徐先生，烧好了哦，你带来了地方啊，哎，你看很爱拿了葱诶，又芹菜，哎，很爱去做饭呢，还会煮菜啊。阿妈，他带了菜啥？哎，鸦片吼，苗栗鸦片客家人，大概4年有考试，刚他做来了鸦片班。哦。葱诶哈。葱诶嘛就是。聪明。哦，那芹菜呢？呀，芹菜就会勤劳。哦，聪明又勤劳。哦，对，带有6样东西来搬。哦，我有看到嘞，文昌祠，你看到吗？第3集的古迹哎。哇。哦。都有书卷味的古色古香。哎，唐颖讲行政人啊，还有那位人啊，我一口吃的饭吼，一天我就要去拜托嘛。来鸦片，他们哦，不错。哇。哎，最近100来，迄个4年考台学家哈。哦，就拿准考证了拜。
冇乜人靠到奶，靠到哪？哎，4年班靠到台胎，台胎，哎，高中时哦。师大附中。啊哦，行威讀書哦。講咗一堂厲害，一定要來拜。也下因為小嘅慈為安慰讀書，考到台大嘅台北咩，就留一件文沖池有關係咯。慈先生除咗背起拜用錢供，自細到大，苗栗嘅學生嘅讀書愛好，行卡愛來拜文沖池。一件文沖池係始建1885年起嘅，頭擺係書院，係苗栗地區慶祝嘅教育機關，也下係3級嘅古蹟。哎，先生，我看到了石鼓啊，東鐵邊這個石鼓啊，唐人講啊吼，了石鼓啊吼，頭擺是的啊，會出雙有種嘅人啊，也不卡再會有啲東西哈。所以不卡有做太乾的呢，將有按的石鼓，你係青苔雜哦。嘿，一般人家哈，差唔多按菜雜進去。哈些，嘿，你按胎哦，你係今天神明，神明才有按胎，天神。嗰一門嗬，平常冇打開來，還有把個氣勢噶哈，比如講孔子誕辰噶哈。哦，咁一定哦。誒，這樣有打開來，原本你冇啦嗬，誒，鴉片行啊你。過去看一下好。文沖池已經有800年嘅歷史，第八度拜嘅係孔夫子、文沖帝君、倉頡、老韓義，就係老讀書有關嘅4個先生。慈為先生講。佢老妹還有家奶爺，考到台大以前就係來拜文沖池嘅。文沖池有靈險麼？自家來就啲嘅喲。我有文廟哈，大家來看，新羅波一般的廟哈，全部按來畫2條洞啊，卡到洞牆，還有墩的那條全部都有人從卡實卡堆哈。不過我也都係文沖廟較特殊，所有嗰個墩的，除了羅波一以外，冇一隻都驗出來。所以嘛按你講啦，因為關公面前哈高太多，跟按你哎呀孔子門前來賣文章，所以說冇人敢出下下，冇人下按你堆嘢啦。我係那個本色，加個按你原來一個讀書人的一個本色。狀元榜你看一下，哇，高考及格。參加考試以前，參加考試以前我要邊許願啦。徐偉老師佢媽懂會讀書嘅，英文專家咧，台灣大學畢業嘅呢，然後其實咯，以前大伯來總幹事吧，唔認識嘅。乜啥通意來？爸爸。我爸爸媽媽帶我來啊，我爸爸考新竹中學，考台大家全部媽要來拜，你睇我阿媽帶我爸爸來，因為我爸爸要帶我來，因為我要帶我來，夾來乜？台灣太好啊，全部都會讀書呢，係啊。文沖來要報備啊。我知道最重要的啊，是你爸爸對你的教育真正懂成功。董沖師。董沖師。他講你董沖師讀書。根本你做的變到啊英文欣賞啊哈，你爸爸對你養好，動態錯嘛？因為這時間你爸爸是一定要跟你講客家話、英文還有。日本法要3種。我老公是對孩子教育是非常重視，他學走路吧，他就那只搞起讀 ABCD 啊，然後跟日文同時念啊，IU 我同時念啊，我們家牆壁都貼滿了英文字跟日文字。我是6歲就開始學 ABCD，所以我爸爸超厲害，先驅者就是領先。那個年代我就領先了，是因為我爸爸的觀念。雖然他的教法不像我後來設計成 ST Stalker 這樣好了，可是他的觀念是領先提早。說實在啊，黑絲洞啊，爸爸的教法蠻老土的，提出很嚴格的土法煉鋼。我現在因為這個呀，他是英文教學專家，我當然會覺得啊，爸爸那種教法是那個年代的所謂的高壓式嚴厲的，啊，爸爸懂嚴厲哦。有看到了。祝福考生榮登金榜，准考證銀本箱。一般這裡都是，一般這裡放的都是那個香油錢的香油箱啊。這裡是放准考證，董鐵邊。我哋就來拜家。拜文沖池，行總幹事講，提前愛留仔個用到神作，留文沖帝君講，人個名、考馬街、考試嘅時間、地點，留准考證嘅號碼。愛記保佑考試順利，
拜好留准考证嘅样印本过香火，用顺时钟嘅方向立3圈呢。清明留准考证嘅样印本，点入去金榜题名上，就好势咧。當然也都要你基本嘅方式啦。不過最重要咧，都要神仙。最重要嘅，我神仙。讀書。愛讀書。你冇讀書落拜當個拜都唔會考到啦。要上有冇？只夠認真來讀書。小東哥牙下就付唔出嚟啦。付唔出嚟。考試意思係財錢，拜爺求嘅係安心。小眾頭擺無考到台大無相關。對今明嘅意思，聽聽刺蝟先生好好嘅學英文。難擺講英文來主持，就唔會輸人咯。係唔係應該出發去唱歌嘅祠堂？唱兒咪講頭擺瓜子，家爸就會帶佢阿條來灣里。韓國野味先生講有一隻好美食聽錯愛食，因為係件難忘嘅美食，佢就係鐵路片檔。哎呦！哎，來復查站，你看有旅客，你看到冇？來揮手一下，嘿 ，hello， 嘿，你好，你看，哦，來，查賬，哦，很香哦，復查東有冇錯的吼？東懷舊呢？而且還是真的是平快車誒，真緊的復查，沒假的，嘿啊，你看到那相片冇？那復查有100人的歷史的，那相片嘛100人的，嘿，那查中很彩哦。查中很快。嘿，不過你厲害吼，409的。來，哪裡壽司？你不能哦，你應該壽司機你不能會主持你。好了，後尾去做 LED 的，做到冇動後，其實。你是講憲哥啊？你係憲哥啊？冇想到吳宗憲頭擺馬來過亞威，就連日本人嘛中意來亞式下煮茶。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美味しい。哦，茶中來咯！真係有冇看到？哎，你看到冇？哦，我是剛講，現在會茶中呢。啊！哦，要是很多鐵路邊啊，鐵路邊啊，還有還有一個，哇！哎，你看，給便當的盒子，偏筒的盒子，還懷舊，是哎，你該時節些時候帶便當，哦，魚香乜嘅？綠頭嘅綠，哦，梗係是魚香綠葱嘛？你喺哪個桶誒？內黃糖。內黃桶誒。哇！你有冇想過可以就按用嘅純糖啊？你我就退休了，轉來就圓自己的夢咩？轉來奶油卡。哦，你即刻頭擺去做乜嘅？我喺鐵路局上班咩？哦，鐵路局哦。係啊。哇！喺老政府買咩？係啊。哦，古董喲。古董啊。真嘅。哦，真嘅咧是頭擺。對。大口就開出去嘅。對啊。有落頭擺喎。有。對啊。菜有改變了一系列啦，因為季節菜咩？哎呦，來了，怎麼只有肉沒有菜？上面有一層。上面還有一層。哦，這個奇怪。有冇？哎，magic。哦，哎呀，哦，哎，你看。董澎湃。有排骨有多大？有幾台？比臉還大。你看。大概長比外面還要大一排。真勁，不用讓它面前面，有香嘛？哦，綠頭家係對台鐵退休嘅，遲到起家做唔得，因而冇火車做盤，死體所有嘅退休金，留火車買轉家鄉，開始事業嘅第二春。刺蝟講，佢嘅人生志圖係 Being good is good business， 事情做好本身就係一隻好嘅事業。綠頭家當隔意火車，刺先生隔意英文。做自家好做嘅事情，總有一日會成功。哎，小東哥，真勁哦！家帶我一箱紙嘅咩？我同佢香腸。香腸哦。係。哦，哎，真勁咧，很老嘅鐵棚哦。看到嘛，該東西。你門口你看出來是懂老嘅啊。係啊，做鴉片灣里東後前鴉片最咋總九里。總九里。係鴉片啲廠家種對呀，係帶你邊來看。大哥。請問你貴姓？阿叔。香腸有冇？姓鄭啊。姓鄭哦，真勁誒，香腸誒吼。韓國鴉片吼，鴉片存台灣也哈保存新。
好新闻，新疆的厂家部分。哦，头擺拆轉，你下冇按樣去轉。你下要按你轉咧，手唔出按用按用嘅。但係科技啊，好像三里啊就啊，全部都有三立啊、八大啊、客家電視台啊，有客家電視台，哎。今年第8年廠。係啊，猜了。大哥，请问你贵姓？阿寿。香肠有冇？姓郑啊。姓郑哦，郑营诶，香肠诶吼。經過同手，千米來到灣裡，撐二米頭擺阿公太上京落當啲灣裡，撐係灣裡清太嘅鄉，也為當到 QT 名，係因為想撐嘅人做出事業爭有嘅，像牙油，講嘅係想撐嘅人提下做專牙同發達。保證內係因為日本時代做保證嘅長洲縣，本自家嘅總頭變做本鎮遷走有天嘅地方。家下撐二米愛吐小眾，去訪問幾間嘅香腸嘅祠堂，看香腸嘅人啲灣裡係樣嘅發展呢？我營養堂。係營養堂。營養堂遷走家下吼，係從四川嗰邊嘅營養一個地名，按你傳過來。哦，你啲建築物一多年冇，本團啊？哦，我哋看過最多年，差唔多100年。來同講。那幾多年？因廠家冇共用400年啊！哦。其實本單會講客家嘅廠務，勞動到地方動槍，客家人勞後浪人講好樂，叫嘅做冇人會講客話嘅，變做嘅好樂客。講到呀，正經愛學攞창二米，無望祖宗人，當時就搬到台北去，還會講自家嘅母語，正經冇簡單。經過嘅400年，也為還看得到老時代建築嘅樣嘅，實在亦難得。唔過風采、日雜、長老屋、老祖地留下來麼，也就考驗定後代嘅子孫。我也建築嘅就是。嘿。也太低吼，安尼說人講嘅代表係黃金，好，我們看呀，金色的吼，石灰有沒有？石灰白的部分代表嘅係銀，叫做金包銀，客家嘅建築特色，就安尼太低，嗰還有安尼金包銀，嗰還有哦，鴉片嘅基底吼，基底，有看到鵝卵石嗎？鵝卵石嘿，亞洲嘅特色鵝卵石，墊這個基底。貼到鴉片，個鴉片就係金包銀。哦，因為安陽嘅建築啊，是由客家人在用。係，就啲400年前，後來家下佢已經係客家人。哦，因為來到鴉片，大家就好多種味，大家就講好羅花。你講好羅客，到以後就全部講好羅花。你一講還是正經啲嘅。再東來看一下，哦。小鐘哥，來看一下行得清楚。係啦，真係清楚哦，清楚。你都講按你做呢，吼，個鵝卵石差不多下過，按你就會客家特色。客家的建築。是由客家人才有嘅建築。真嘅。你看這片。哦，看來，哦喲，你看了，樣奶。哦，你看到。你看咯，這裡面也係水泥哦，你真嘅係奶哦。係啊，奶啊。哦。你看看，我同過400年前的建築物。特別，真係特別。真名動古咯。宣陽堂度嘅阿公婆牌，沙下定用堂，也係乜嘅原因哦？창務嘅同學，哪一扎就係正確嘅呢？沙下來吼，繼續來介紹下人家同學好。而家入邊看到嗰個營養堂，來看都係台灣係咪講法有一些嘅冇共用？那有可能啊，主持按叫冇。真嘅，按同講。你真係似女子。係就簽過嘅。特別嘅 stay 嘛，從哪裡對啊？似女子。哦。龍陽。哎呦，讓你請得到啊！我嚇到嘅啊，係啊，龍陽堂，街下唔街尾嘛街堂，嘛街堂。係佢哋講佢嘅首先反映提案咯，營養圈，佢嘅就是用營養做嘅湯河，因為呢度炸嗰度嘅中央版我講啱啲題，
查个都广东，查个咧台湾的时节啦，甲下台甲是古盘湾，不较辛苦哦。哦，木马前哦，是把就是古盘传承来条件，和字体啊都太听我读书，是唐讲按给他通学按咯，阴阳通、阴阳通。我们个饮食啊，5条的写是用饮食写，用也是一种年龄。再就人讲，哦，那老祖先全部用阴阳通，你还读台湾佛教的是台湾的习性，哦，那纪念也按讲用为增加祖先的讲用的时间，也可以个阴阳通。我以为啊，建筑物从这片无恐龙。喺後台，有時你上日本嘅卡通龍貓有嘛？係龍貓一個建築啊，東涌啊，卡通。後台日本時態在個幾部嘅，哦，都很日式，日本式誒。啊，你鴉片吼，也做那傳統嘅客家建築。冇聽意見呢。冇聽意見。我覺得這個要這個拍起來，你要去了，1、2、3。小總講嘅冇唔錯，強用相撐，聽錯我翕起來。為也親近之理，留下紀念。也창屋嘅總頭其實很動態，還蠻看聽呢。個行啊、老啊，看有乜個神奇嘅。你家東來落呀，地方喺哪位啊？啊，都是同工啊，個天意來了。天意來。我係唐宮鴉片吼，裡面存台灣，也下保存新口新文，新疆嘅倉家貨房。哦，真嘅，可以來是東江誒。140年歷史嘅東里家風，係灣裡창屋貨房最經典嘅一集。馮轉強搭配色浪嘅牆腳，也嘛係台灣東漢建嘅好洛客金寶型嘅建築形式，係灣裡當地建築行嘅文創產業。其實佢嘛是烏漆嘛加工，係經過一個東強嘅細妹嘅起過嘅。早期我在大概20年前，我在豐原就種蘭花。人家說的打磨啊，那個時候很貪心啊，一顆打磨大概2-3千萬，有的都要幾百萬啊。所以我也在很短的時間，也是因為想要做更好的事哈，所以需要很多錢，所以就把很多的家產都拿去貸款來種蘭花，虧了2億多。那個時候我就不知道怎麼辦，所以我就到鄉下來。那我本身也是客家人，但是我們都已經不會講客家話，我們是那個古老客啊，都不會講了。所以我們覺得來到這邊也很有親切感。我們來的時候，你們看到這些都連門片都沒有，所以我們就到處去看人家要倒掉的房子啊，就去跟人家要，包括磚塊啦，包括門啦，包括很多的舊的東西，我們只是很想把它重新整理。但是因為沒有錢，就沒有辦法買新的，所以也因為沒有錢，所以我們就沒有破壞。要有145年了，145年了，係哦，保留嘅動物真係東江誒。呀條樹嘅嘛按，係啊，嘛按路，要把個樹200，哦，200，呀嘛係，唔可以呀條，係啊，按江。誒，說松柏長青山有沒有？係啦，哦，要樹東江誒。係哦，東華你可以看一下喎。哦，來。哦，天啊！係哦，呀，是誒，按用誒，哦，頭擺擦磚，你下冇按用嘅磚。一下要按你磚咧，佢寫唔出按用嘅。哦，一木單啊，嗬，而係我當葉光啊，嗰人一度行完要講，我到升啊。但係日本時推這個。嘿，對，八角6角啊，一天啊係6角嘅，一順浪都有前邊4角嘅，插咗，那全部千古以前。係啊，也都唔咩事呢，一完全叫嘅，一唔咩事呢，我也行嘅，我也喺年半咧行嘅哦，也冇光過嘅哦，你看那地方有幾講究幾特別，全部大家都要撲起嘅啊！係啊，你是種，哦喲，很有面子哦，漂亮哦。以前鐵爬落嚟我哋就撲起嘅嗬，像3里啊都啊，全部都有3里啊、八大啊、客家電視台啊，客家電視台今年天拜年參加。係啊，猜到我邊。哦呀哈。看到冇？
哦，那衣服会破起哦，看那下有什么临记布装啊，临记布种啊。哦，看呀，哎呦，看到吗？要吹冲了诶，营养肉，营养糖中央铺。因为爱情创意味嘅同好，长地马嘅系好落客，马长地苗栗嘅碗里想唱嘅系太香，听得阿爸伫苗栗驶到台北，转到碗里看到动力家风路头摆嘅木沙系暗派头，创意味又见边嘅神手，真经系太相似嘅后台。係真經學到，但啲人香腸嘅要按醬嘅，按好嘅鑊嘅，保存它按好哈。搞一隻英文詩就好，小鐘哥，一隻英文詩，你看到嘛？嘅東西按醬按厲害，但係你再用嚟掰開未好？哇，係咪？英文啊，按你哦，要啊，係按你再掰開嚟，哇，哦，哦，咩哇？哇，好香哦！哇 ，beautiful！ 哎呀，没话哦，所以個英文有一下是那 awesome 就會 AWE 哦，佢再白口嚟講哦 awesome， 來看到佢們的鴉片就係那 awesome 一下是，然後一張英文詩之後 awesome 哦 awesome， I got it awesome， 鴉片就係 awesome。建築係死嘅，人係生嘅。建邦園嘅好樂客建築，因為一群有心嘅人，整個保留，真唔會磨脫。本小中感受到文化融合嘅奇妙。本命創意味嘅慈悲先生，也在宣揚同嘅奇幻之理。老恩一隻節目嘅名《東龍夢》，客家人有名堂，真見東有好門哦。胸前播燒劇開始 ，Action！ 夫人，哎，今邊唔應該來相親啊？係咧，聽講啊，妹太了，我嫁啦哈！哎呀，我冇人婆。我是叫我們變老刺猬行嘅一轉潛見之理，我想唔係感受到慈先生嘅情火老法力，對佢嘅故地背度，馬早地講出窮苦嘅環境，唔係可人綁起來嘅理由。點都係抽出嘅向上人生嘅動力，也嘅宣揚同嘅模樣，實在係冇簡單咯。